啞鈴嚟鍛鍊身體咧，就聽得多啦。用嚟自殺咁啊，真係未聽過啦。咁怪都會有嘅嗬。真嘈！死者雙足係有16磅啞鈴一對，死因並無可疑之處。死者雙足係有16磅啞鈴一對，死因並無可疑之處。死者雙足係有16磅啞鈴一對，死因並無可疑之處。嗰1000蚊我已經帶咗嚟，你唔會為嗰1000蚊自殺？但係點解你要咁做？你點解要咁做？誒，神父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人點解要自殺？人點解無緣無故咁要自殺？呢一點我睇神可以解答你，你跟我嚟啊！